今日我的访问呢是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堃参选人，您好。你好，大家好。好像您跟客家有渊源是吗？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是客宜兰，住在宜兰的客家人。那宜兰，有宜兰 Q 嘛，宜兰就是大家都讲这个福佬话。所以因为这样，宜兰在宜兰的这个客家的族群比较少。所以因为这样逐渐就不会讲客家话。我的叔公祭祖的时候，包括扫墓都用客家话祭祖。那慢慢比较大了以后，看到一些资料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客家血统。您未来如果有机会成为新北市长，您对新北市的客家文化跟语言的传承，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怎么做？大概很多人不清楚，就是说，事实上，全台湾最早推动文化立县是在宜兰县，就是我游锡堃开始。那在1990年就开始推动母语教育，那有在包括客家语言。就在学校成立客家社团，教授这个客家的母语，也是可以说宜兰是最早。那后来我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还特别成立了客家电视台。在新北市，如果说未来我有机会当新北市市长的话，我认为第一点还是语言非常重要。人家说母语断，文化就灭。没有语言以后就文化就会消失了。所以语言还是重要，所以一定要对于这个客家语言的复健，一定要政府要出更多的力量。那第二点就是说对于传统的文化及工艺应该要重视，因为它事实上是在全球化以后它是文创产业的基础。那第三点就是传统的艺术，客家的艺术，不管是音乐啦、舞蹈啦、戏剧啦，这个部分的保存也非常重要。这个是应该可以保存得好的话，它事实上可以转型升级以后，那能够有更多的创意出现。再来就是美食料理，这个都非常重要。我们谈到这次选举，就是您有很丰富的行政经验，您用你很多的成绩要说服选民，就是新北市选我绝对没有错。不过您的对手其实是国民党我们说政治明星，就是非常受瞩目的。那您这次这样子打选战，您觉得最困难在哪里？最困难就是说我听议员讲说，他市政府编了2亿的这个媒体公关费议员说，他说编了2亿，专门可以做自助性行销的。这个没有。就是经费是没有办法提的。他是现在台湾这个媒体的最大客户。这是我最困难。就是曝光的程度的确会低很多。不止低很多，因为他的负面，比如说他不好的，我们对他批评，很困难见报。即使见报也很小。然后他讲他好话的不会打。所以我们对他批评很困难，上媒体。那为什么还？明明知道，就是这次还是愿意要出来选。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总是要一些人就敢这样拼总是要有人拼就还是要试试看这样子。那以您现在看，就是您现在勤跑基层，您有觉得说有可能我会让他翻盘？一定会的，一定会翻盘的。我跟你讲，不管他怎么讲，他一个跳票太多了，慢慢还是无法下。游锡堃的政绩经得起检验。游锡堃的政绩随便
宜兰的罗东运动公园、通山河清水公园、五老坑风景区、宜兰县政府做传统艺术中心，都是跟游戏会，都是我宜兰县政府，有的从陈定南开始，大部分从我开始，在我这边完成，包括台湾第一个本土性的博物馆是我规划的，后来在李宗贤县长这边完成，所以宜兰县的所有建设大部分都跟游戏会有关系，国际品质，都是国际，宜兰是3级穷县，它的财政状况就跟花莲、台东、澎湖一样，桃园是1级富县。他做8年，我在宜兰做8年，有多少人去看过桃园的建设？但是有多少人坐游览车去看宜兰游锡堃的政绩？他们当然不一定知道那个是游锡堃完成的。宜兰县政府17年完成，17年前完成绿建筑，而且都是国际品质的。所以我随便不谈宜兰啊。就是在新北市，你看汐止水患的解决，雪山隧道的贯通，64号、65号道路，现在是新北市的交通大动脉，都是我这边博物馆新建的。您觉得您的政绩其实说出来是洋洋洒洒，但是选民有没有机会听到？他不一定知道，那不一定知道，当然我们就尽量了，尽量。当然我们的宣传经费没有那么多，但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那我是觉得，只要我的政绩大家了解，再加上他的跳票，3环3线看不到。他说3环3线我能实现，看不到。那社会住宅说要盖18万4千户，完成多少？11户。他说要1社区1公托，现在盖多少？30间。他太多跳票。太多条件，他基本上是无信心的。我有100%的信心，这个我会当选。